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賴醫師。上一集我哋講咗痛症同失眠之間嘅惡性循環關係，瞓又瞓得差，仲要朝早起身一落床，腳板底就好似俾針吉咁痛。到底係咩事呢？如果你都有呢個情況呢，好大機會咧，你係患上足底筋膜炎。點解朝早落床腳板底就好似俾針吉咁痛呢？因為經過一晚休息，原本發炎緊嘅足底筋膜會變得僵硬，一受壓力就會產生劇痛。中醫角度睇咧，足底筋膜炎同肝腎不足、氣血虧虛、經絡不通好有關聯，可以話係內虛同外損共同作用嘅結果。內虛咧，即係身體內部氣血不足，有瘀阻或者腎氣虧虛，令筋膜冇得到足夠滋養，提早退化。外損就係外在嘅勞損，因為外在因素而令足底筋膜承受過大壓力，呢種就為之外損啦。足底筋膜有分三大分型，中醫講究辨證論治，唔同成因治法都唔同，大家可以對照下自己最接近邊一型。第一型氣滯血瘀型，感覺腳板底好似有針吉一樣嘅刺痛，痛點好固定，撳落去會更痛嘅，常見於運動愛好者或者係需要長時間企嘅工作。第二型寒濕阻絡型，腳板底有酸酸脹脹嘅冷痛感覺，寒冷天或者冷氣房會特別唔舒服，一般敷下熱水袋或者浸下暖水咧就會緩解，常見於體質偏虛寒或者經常要接觸濕冷環境嘅人。第三型肝腎虧虛型，會有一種隱隱作痛嘅感覺，行幾下就會容易覺得緊，通常會伴隨腰膝痠軟嘅症狀，常見喺一啲年紀較大或者產後嘅女士。如果你係已經出現腳板底痛，又唔敢行路刺激佢，筋膜只會越嚟越緊，再行路就會更加痛。想要打破呢個循環，足底嘅日常保養好關鍵。秘訣一：避寒濕，揀合適嘅鞋，千祈唔好長期着啲太平底或者太薄嘅鞋，腳板會缺乏足夠承托，就會加重足底筋膜壓力。記得揀翻有足夠承托同緩衝嘅波鞋就更好啦。同時要注意腳部保暖，避免冷氣直接吹腳啊。秘訣二：避勞損，要勤力拉伸。可以推薦大家個簡單嘅動作，毛巾拉筋法。坐直，將一條毛巾套住前腳掌，輕輕將腳尖拉向自己，感覺到足底有拉斜感，維持15秒，重複5次。朝早落床前做一做，可以減輕到落床第一步嘅刺痛感覺㗎。秘訣三：避瘀阻，活氣血。每晚用溫水泡腳15分鐘，可以加入少少艾葉嚟溫通經絡。浸完腳之後，可以用手輕輕按揉腳底，或者用網球嚟回滾動按摩，可以幫助腳板底嘅氣血流通。足底筋膜炎雖然頑固，但並唔可怕，只要辨清體質，用啱方法就可以從根本改善。如果試咗以上方法都冇明顯改善，或者痛到影響日常生活，就一定要尋求專業中醫師幫助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